首先，我要跟社会大众说声抱歉。影片当中不恰当、非常恶劣、无法令人接受的行为，这个不是训练狗，这个是虐狗，而且不是对单一的狗造成这样的伤害。我在此向各社会大众说声抱歉。这几天我非常难熬，我整天都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心情很沉重，因为我个人的行为，我情绪上控管的问题，而造成狗如此的状态。我非常不适任教狗的这个工作，甚至我不配做人。那其实在昨天有记者来采访，那我也有很郑重的道歉。动保处来询问的时候，也是很郑重的道歉，说我触犯的是动保法第6条。或许大家认为这样的行为的处罚太少了，但是对我而言，我非常的难熬，影响到的不单单只有我个人，还有我的家人，甚至是大众，让大家看到如此残忍的画面，我真的非常抱歉。我已受到该有的惩罚，不单单只是罚款而已，还有其他附带的看不见的。那其实第一时间不管面对记者还是动保处，我都是第一时间马上认错。我知道我这个行为非常的不应该。我希望社会大众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会再对狗做出如此的行为。虽然说我可能不配说这种话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给我一次机会，因为我自己情绪上的问题，对狗做如此粗暴的行为，我不应该训练狗，我不应该当个训练师。我不是在训练狗，我是在虐狗。对，大部分的训练师都是很好的，除了我例外。
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的行为影响到任何人。还有很多其他努力、认真、努力付出的训练师，我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我而影响到他们。我在此跟社会大众再道歉。希望大家能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第一时间就很郑重的道歉，我真的认错，我真的没有要狡辩的意思，但可能大家不知道吧，可能认为我们没有认错我个人没有认错检讨，希望大家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放我一条生路。我这几天真的很难熬。虽然我不配讲这种话，希望大家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那后续如果有人真的想要或愿意的，可以追踪我或加我好友，我随时接受监督。我只希望你们给我一次机会，能看到我改过自新。对不起。